我甲你开嘴要借钱，无传 line， 无留任何证据，我甲你讲要借钱，打电话，啊你就甲钱汇互我，对吧？通常咱拢会想讲我有汇款互伊，对啊，就是代表我有借伊钱啊。对啊，啊，毋过这毋是安尼哦。法白开讲，法律讲好白，用台语 OK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的法白开讲，我是阿优。唔知大家敢有甲我同款，迄个出社会了后啊，才发现做些社会事，其实学校无教过。啊，像讲吼，我上惊的就是逐摆做工课啊，还是税厝啊，要签合约的时阵，哦。拢做惊家己，唔知敢有啥物物件无顶看无清楚，对，看无清楚，所以这爱来问专业的，咱的悠悠律师，欢迎。我是法律白话文的悠悠律师。无唔对，悠悠律师，咱今日吼要来讲一下讲，即马目前的法律顶悬对契约的规定有啥物咧？咱若讲契约，大家拢会想到一样代志，是要白纸写黑字，才是契约。无唔对。啊，通常譬如讲，我要甲你借钱，嘿，啊，甲你讲，我就传一个 line 互你，啊，就讲来啊，借我500万，啊，就讲500万，收济啊，啊，借500块好啊，好500啦，500，啊，我会当讲要借你安尼。对，啊来伊就回复我嘛，吼，譬如讲咱借钱即个行为，甲有要求讲一定爱用安怎的形式去进行。对呢，因为以前拢爱写借据嘛。阮爸细汉有甲我教，条工甲我讲，迄个朋友袂当互白借钱，会拍歹感情。第二，你一定爱写借据。啊，人呆敢是做报嘛，拢会教。对，是大人会教这。所以讲，敢真正借钱爱有写借据才有准绳。其实咱伫民法内底有分做2种契约啦，吼，一种叫做要式契约，第二种叫不要式契约。啊，这差别伫对咧，要式契约必须爱有一定的形式啦。哦，所以迄个式的意思就是形式的式。对，不是形式的事。譬如讲，咱结婚也是离婚，会要求写离婚协议书，对，啊写了去登记，安尼才有算真正的离婚，也是结婚。面顶嘛要求爱有2个人的证明。譬如讲，这拢是结婚甲离婚一定会要式的行为。哦，所以意思就是讲，结婚这个行为就是爱经过这的定书，爱有这的像讲有证人啊，爱有签这个约，这才有准绳。对。所以我若传来甲你讲，我甲你结婚，哦，我袂当，我我已经结婚了。我是讲，估一个咧，莫伤认真。若是传来就无法度，传互男朋友讲咱今日结婚啊，伊讲好，安尼无准绳。对，安尼无准绳。哦，所以渣男渣女定定咧做。所以这嘛唔通骗去啊！对。所以讲，若是想要借钱，会当传来就准绳。啊，若要结婚，无法度，嘛是爱签约才会使。对。譬如讲咧，不要是契约咧，譬如讲咱今仔去 7 买物件，商店买物件，咱敢有拍契约，敢有白纸写哦。你去 7可以有发票，可以大约5届，啊，毋过迄嘛毋是个契约。哦。啊，譬如讲咱去柑仔店买物件，好无？啊，就是无发票啊。对，我互伊钱，啊，伊物件互我。对。啊，这种买卖行为，啊是有人送你物件，敢会拍契约？袂无可能嘛。对吧？无可能，男朋友送你一个钻石，爱个写一个契约，我送你一个。啊，我签收安尼。对，无可能嘛。对，这拢是不要式的契约。咱2个人拢有做这行为的意思。我要卖你物件，你要甲我买物件，这2个相对的意思，安尼就会当啊。无一定爱白纸甲黑字。了解。安尼我要知影讲啥物代志，我有需要式契约，啊，啥物代志唔免。其实咱大部分的民法内底的规定拢是不要式的契约。颠倒是需要签约的较少就对啊。无一定啊，一定形式的较少。用了对。对。哦，了解。平常时为什么爱白纸写5字来写这个契约咧？其实真简单啊，譬如讲，咱有可能是复杂的情形。譬如讲，我今仔日要开一间经纪公司，啊，请你做我的艺人。做艺人，你有可能爱去表演，你有可能会出唱片，你会去拍影片。啊，无共款的行为，我要甲你约束要安怎抽拍。哦。啊，搁有你谈这行为是咪？你产生
创造会有你的权利，啊，到这你这段时间的创造是你的权利，我的权利。这个物件真复杂，是毋是一开始拢讲啊清楚？对。这时阵较复杂的代志，咱可能都有需要去签这个纸本的契约。了解。对，因为咱有可能以后发生冲突的时阵，咱有一个纸本的契约，会当来评讲到底是送对送唔对。了解，所以讲这个纸本的契约一方面嘛是保护咱双方面，确定讲你即摆已经同意啊，我嘛同意啊，这是一个证据了，对啊。对。哦，所以讲其实签约白纸黑字，无一定代表讲伊就一定爱是要写契约，还是不要写契约。无唔对。哇，我感觉家己足巧的，总算了解啊。所以有时阵签约重点嘛是讲咱爱知影这内容，啊，毋过无代表讲一定爱签这个约，咱的约定才会成立就对了。无唔对。做复杂来了啊！好，安尼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，若是讲咱即马是不要写的契约，啊，毋过对方反悔啊，安尼要安怎？这种代志咱其实常常发生，譬如讲，通常拢是发生咧借人钱的这样代志啊。我甲你开喙要借钱，无传 line， 无留任何证据，我甲你讲要借钱，打电话，啊，你就甲钱汇互我，对吧？通常咱拢会想讲我有汇款互伊，对啊，就是代表我有借伊钱啊。对啊。啊，毋过这毋是安尼哦，咱伫看伊内底有真侪安尼判决，因为你汇款互我，有可能有真侪原因啊。哦。你汇3000块互我，有可能就是过年袂去包红包互我，要包3000块。足侪原因的啦。对啊，有可能是进前有借你钱，啊，你还我钱，嘛有可能啊。即阵就讲袂存车，对不？譬如讲要借钱，这个情形拢建议大家可能爱写借据，啊是。如果迄个金额对你来讲无介济，柜台面要甲我借3000块，啊，借3000块互柜台面，对我来讲，拢毋是一条真大笔的钱。这时阵呢，甲3000块，你可能就留迄文字的记录就好啊。所以只要有信息，这嘛就会当算是证据。对。哦，啊，若是讲完全无这物件，就真歹讨回来咯。可能有困难，譬如讲你汇款3000块来我户，啊你来甲我告，啊就讲这3000块是你借我，对。啊，其实我安怎讲，我无想要还这3000块，卖3000块啊，3000万好。迄个时阵你家己讲要我的呢？对，我绝对会即讲，咱可能进前有约束，还是我进前有借你钱。还是譬如讲，咱中午约束要开公司要创啊，所以你迄是要来投资公司的。哦，就是有足侪种迄个原因，你会当后边讲的对啊。所以其实这最重要一件代志就是借钱虽然唔免有要写契约，啊，毋过千万嘛是爱改文字写好清楚。可能是文字，还是赖的讯息，爱表达清楚，就是一人是要借的，一人是要共借的，四项大家讲好清楚。好，安尼希望今日这集大家看了对合约。对咱法律上顶悬甲契约有关系的规定，大家拢会更较清楚，较袂受这种合约之苦安尼啦。无唔对。多谢悠悠律师，多谢阿悠。好，我愈来愈巧啊吼！啊，相信各位观众朋友嘛，甲我同款。你若是想要甲你的朋友同款愈来愈聪明，拜托的分享给你的朋友看。啊，佮有甲阮起赞，啊，佮有爱有订阮的频道哦。好，安尼咱就先讲到这，多谢，拜拜。比如讲，咱另外一种那个不要写契约，搁一个不要写契约。说啊那怎么讲？要4契约各有3密对不？